哇！日做3份工養重病父親，大埔公路21歲鐵騎士出彎失控車禍喪生，一個出彎位，一瞬間嘅失控，就咁奪走咗一個21歲後生仔嘅寶貴生命。事發喺上個禮拜日下晝3點21分，大埔公路沙田嶺段近九龍水塘對開發生一宗嚴重交通意外。網上流傳嘅車 cam 片段可見，一架電單車沿大埔公路出彎嗰陣，突然失控翻側，連人帶車直接鏟過對面線，迎頭撞向一架向沙田方向行駛嘅機動3輪車，兩架車車頭損毀嚴重，現場零件四散。40歲姓黎嘅3輪車司機出事後仍然可以起身適時，手腳受傷，送院時清醒。而21歲姓譚嘅電單車司機 Jason 就手部折斷，被困車底陷入昏迷，送往明愛醫院搶救，至同日下晝4點傷重不治。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。據悉，21歲嘅 Jason 因父母離異，父親重病，中學畢業就日兼3職養家，喺外婆嘅魚檔柴灣寶馬車廠日夜奔波，大半收入都交晒出嚟。佢嘅夢想係將來開車房，每逢放假最中意去大埔公路遊車河。有消息指 Jason 2個月前先換呢部大馬力嘅電單車，而佢家姐平時見到車禍新聞已經勸過佢唔好揸咁大馬力嘅電單車，點知最後屋企人嘅噩夢依然發生咗。大埔公路雖然係有車河熱點，但出名彎多路窄，真係隱藏好多危機。大家揸車真係要量力而為，時刻警惕，安全至上。希望死者安息，屋企人節哀保重。Techline 繼續同你 tag 盡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，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0617。